为着要来保护着民众行的安全，为这个月开始，全国是进行着大执法。轿车伫个路口，若无停落来，让人先行，就开单。也毋过来看新竹县有一个驾驶，伊是青灯正月，嘛已经有让行人先行，但是也是去互开单。事后伊提出着行车记录器来申诉，警方嘛确认讲，这驾驶确实有让人先行，所以甲这个罚单甲注销。灯号转车灯，驾驶未来正月，旁边线顶三边就已经行到安全岛，后壁有3台机车骑过去。汽车驾驶顺顺啊驶入去内车道，煞想到后壁容易警察来甲查某驾驶走落来。警察以违反道交条例第44条第1项第2款，伫咧无设车灯的行人过路段，无减速洗车，该开罚，互驾驶就起摇旗，才明明到车灯，而且无减速。莫名其妙，的确，然后他也有明显减速让他们过，对，然后才弯过去，然后也过那么久了，然后警察还追上来。针对民众疑问，警察嘛出面回应：行人通行后才行经行人穿越道，故举发尚有疑义，本分局将予以撤销本件罚单，避免影响民众权益。撤销罚单，互查某驾驶好一口气。不过警察嘛提醒，5月7日开始会继续针对行人路权加强执法。若真正无心让人行，汽车驾驶会扣罚上悬3600，机车是1200块。拄着斑马线，速度嘛是会减慢，先让人行，才袂发生意外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